今個月咧就因為炮裝嘅勢頭啊，由招標啊到嗰個公開發售啊，都係揭起晒全香港嘅置業熱潮啊！咁啊，無論港九新界都係咁旺嘅。美伊呢個問題咧，小事壞。喺你賣樓嗰日咧，其實係一個好消息，就講掂咗，即係禮拜六。咁琴日就有少少反覆，但係我覺得呢個冇問題㗎啦。依家香港人咧已經習慣咗呢個反覆嘅環境㗎啦。咁而且咧香港如果投資市場反而有利，資金確實咁流緊入香港。咁你睇到炮裝今次招標嘅價咁好，加埋個量，其實我哋啲客人咧四間咁買，成個市場都好多，即係睇到投資者咧，即係對香港嘅信心好強。嗱，其實咁嘅炮裝3期咧，位處於呢個大圍站嘅上蓋啦，就坐擁咗雙鐵優勢。咁啊，包括咗呢個屯馬線同埋呢個東鐵線啦。咁啊樓下仲有一個65萬尺嘅大型圍坊商場。咁啊，衣食住行配套設施咧都十分齊全嘅。咁啊如果講翻首輪銷售咁計咧，其實用家就佔咗大概70%為主。咁啊，投資者佔咗30%。咁啊，當中咧就包括咗一部分嘅國內客啦，亦都有好多買家咧，其實都偷步入市嘅。響發展商開賣之前咧，其實佢哋已經係提前偷步入市啦。其實如果係講二手市場咁計咧，其實講緊3月份成個大圍區總套價埋有超過74宗嘅二手成交。OK， 咁啊，如果租務咧就更加活躍嘅。咁啊，如果講翻3月份炮裝總數有超過30宗嘅二手租務成交，咁啊租金咧就介乎響56到60蚊尺不等啦。咁啊有某部分嘅細單位咧，成交嘅租金咧就尺租超過68蚊尺添，即係好似近期成交咗間3B 座嘅中層 F 單位，咁啊實用面積307尺嘅一房，係啦，咁啊成交價咧講緊係21000蚊，咁如果個租金咧個尺租咧講緊係大概68蚊尺，咁其實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咧，其實近期或者係成個大圍區近呢年咧都講緊供不應求嘅租務，咁有好多外區嘅租客啦，就包括一啲係頻繁往返翻香港同埋國內嘅租客啦嘅商人啦，又或者一啲我哋叫做學生啦，又或者一啲專才啦，咁都係好中意租翻炮裝嘅。咁所以我相信我相信咧，其實嚟緊3期咧個收樓之後個租金個升幅會更加高，大約我估計咧，即係可能講緊大概個尺租會 over 70蚊尺。咁如果收租回報咧，亦都會 over 4厘不等嘅。OK， 咁基於呢個原因啦，咁我哋為咗配合翻發展商啦，咁賣呢個炮裝嘅時間，咁其實我哋中原地產咧，亦都提供咗一個租金嘅優惠啦嚇。咁貨翻將之好簡單，頭5名經我哋中原地產嘅買家買入炮裝3期，嚟緊收樓嘅時間，亦都經翻我哋中原地產租出嘅單位嘅話，其實我哋準買家會享有翻1年嘅收租保，亦都會享有翻咧呢個租務嘅管理啦。咁所以就方便翻好多唔同嘅投資者買家，將啲頭5名就能夠享有翻呢個優惠啦。咁當然優惠有限，送完即止，係啦。咁咧炮裝銷情好似頭先陳生去 update 大家一樣啦。咁喺4月咧成為市場一個最大嘅焦點。咁我哋短咧喺4日嘅銷售日裏邊咧已經賣出咗169個單位，套現咧接近咧30億啦。咁啱啱嘅星期六第一輪銷售啦，我哋88個單位，咁單日咧1 Q 清咁市場反應非常之好啊。咁因此我哋咧亦都喺當日咧即晚我哋都再更改咗咧更新咗另外75個單位嘅價單嘅。咁而家咧我哋都部署緊啦，預計咧有機會咧明天咧我哋會上載下一輪嘅銷售安排。咁希望呢75個單位咧有機會喺嚟緊星期六咧會進行銷售啦。咁即係我哋第2輪嘅價單銷售。咁今次嘅單位裏邊咧，我哋主要係包括1房同埋2房單位。咁其中27個咧屬於1房單位，48個咧係2房單位。咁頭先聽2位咧去分析咧都見到啦，無論係個市場啦，特別係炮裝啦，對於一啲投資收租嘅客咧非常之吸引。頭先講到話1房有機會預計70蚊以上，哇，真係好吸引喎！咁所以咧我哋都回應翻市場嗰個即係無論係自用啦，以至個投資需求啦。咁我哋嚟緊第2輪咧部署咧，大家見到都會有1房、2房一啲即係好受收租客歡迎嘅一啲單位類型啦。咁我哋咧仍然咧都會有一個大手組別嘅安排嘅。咁
咁啊希望咧可以照顧一啲想喺柏傲莊收租投資嘅一啲客人啦。咁呢個大手安排咧上一輪我哋都有嘅，咁但係上一輪咧我哋嘅上限咧就係4個單位。咁今次咧我哋都積極部署咧，希望將呢個上限咧提高嚇，因為我哋都聽到客人啊，即係喺揀樓嘅時候問啊，可唔可以揀多2間啊？咁上次就唔得嘅，上限咗4間。咁今次咧我哋都部署咧會將呢一個4間嘅數量咧會提升。咁我諗以聽日我哋銷售安排最後發出嘅時候為作準啦。不過都賣個關子，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將呢個數目提升。咁以至咧即係投資客啊可能佢部分1、2間係同佢同屋企人一齊住，跟住另外有幾間係收租嘅，我哋希望都可以照顧到嘅。咁啊，但係同步咧，我哋都會預留一定數量嘅單位啦，俾一啲非大手即係買1間自己用嘅客人咧，我哋都會預留有嘅。好啦，咁啊，除咗呢即係75間嘅價單位之外咧，唔好唔記得我哋都仍然雙線銷售嘅。咁咧就係我哋都會繼續咧係逢星期1、3、5咧有呢個招標安排。咁今日係星期1，咁咧。另外一邊咧，我哋喺長沙灣嘅展覽廳同時都努力緊啦。咁